各位聽眾，大家好。好多蟹足腫患者做完切除手術之後，都會以為從此一了百了，但係事實上，蟹足腫嘅復發率相當高，特別係手術切除會為皮膚組織造成創傷，更容易誘發蟹足腫重新形成。如果術後冇適當跟進，隨時會千金散盡，疤痕還在。今日呢，我就會同大家探討點解蟹足腫容易復發，以及有咩方法可以預防。點解蟹足腫容易復發呢？主要同以下因素有關。首先係蟹足腫嘅特性。蟹足腫係一種異常增生嘅疤痕組織，唔會隨住時間自行減退，並且具有腫瘤容易復發嘅特性。第二係遺傳體質。蟹足腫嘅發生同體質有關，而當中牽涉遺傳因素，有蟹足腫體質嘅人比較容易誘發蟹足腫復發。第三係傷口因素，如果傷口冇妥善護理，例如傷口持續受到拉扯、摩擦等等，都可能促使蟹足腫再次增生。疤痕位置張力大嘅地方，例如關節處、前胸等等，復發個風險都比較高。最後係治療方式，採用唔適當嘅治療會增加復發風險。此外，如果單純接受手術切除而唔配合放射治療等輔助療法，都比較容易復發。如果患者喺治療後積極覆診跟進，持續監察蟹足腫狀況，就可以喺復發初期及早處理。我喺臨床上就見過好多案例，因為做完切除手術後冇任何覆診跟進，幾年後又再復發，要進行更為複雜嘅治療，又花錢又花時間。咁到底點樣預防蟹足腫復發呢？以下有6點大家可以留意。首先係深入認識、了解蟹足腫嘅成因、病理及特性。事實上，蟹足腫有腫瘤嘅特性，復發率極高。第二係徹底治療，不論係邊一種治療方法，都必須持續到病情穩定。如果過早停止治療，隨時前功盡廢。第三係持續跟進，即使完成治療，亦要配合定期覆診跟進，以至其他後續預防治療，例如類固醇注射同壓力治療。第四係腎損療程，採用手術切除、冷凍治療，抑或其他療程，需要考慮眾多因素。如果有疑問，應該向醫生主動查詢。第五係避免創傷，好多蟹足腫案例都係穿耳所致。如果有蟹足腫家族史或疤痕體質，穿耳前就真係要諗清楚。暗瘡會引致傷口，亦都應該分外留意。最後係及早求醫，如果發現蟹足腫有復發跡象，建議立即求醫，盡早對症下藥。雖然聽落好老土，但係始終都係預防勝於治療。希望以上嘅分享可以幫大家防患於未然。我哋下次再見。